后来，这个花莲高雄乡的市区大水熊熊灌落来，真侪居民是袂赴反应。有一个太太是双手把这个电火条揽条条，正行去互大水冲去。啊，嘛有民众敲电话喊救人，嘛想尽办法来自救，家己救家己。都有民众到公福的汤厂，把瘫痪的老爸爸带出来。嘛有民众合作，把浸水的人甲救起来。大家互相合作，希望把伤亡降到上低。 罗公梅冲入市区，穿感觉色衫的妇人人甲电火条揽安。罗公梅是直直冲去，水势有够猛，互因查某囝有够惊吓，伫社军平台喊救人。好佳在妇人人最后家己抽退，毋过看这个水又搁急又搁紧，足侪乡亲袂赴反应。 学校外口嘛有民众受困，一个妇人人爬起哩条仔顶，哪敲电话，哪等待救援，敢若看伊周围拢是大水，水位哪搁悬起哩，恐惊就会互水淹去。面色是有够沉重，甲伊无法度行路的老爸揽条咧，行伫厝顶，规双骹拢是乌索索的染土。这是花莲的光复乡，规条路袂输是一片大海，现场有也是乱糟糟，看到足惊人的。 走，不要紧张，你不要消耗太多体力。各种物件伫水中扑咧扑咧，查甫人浸伫水里，敢若剩一粒头，紧甲塑胶桶掠条咧。要收尾头前，却一直予水冻掉咧。边仔民众看到客锁啊，甲救，希望会当收尾另外迄边，甲查甫人救起来。救援过程，佮看到雅士桶浮伫咧水面，雅士一直流出来。 民众惊甲赶紧先转去河边，好佳在水中的查甫人平安抽退。只是花莲光复灾情严重，民众除了敲电话救援，佮爱想办法自救。就开始找朋友帮忙转发贴文，派出所跟消防队也是泡在水里的，所以他们联系上面比较没有办法联系到。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 delay 到或怎么样，因为他们也是很立即的在帮忙。 救灾，提醒当地乡亲一定要留伫安全的所在，耐心等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